每日一句第26句，阿美语马多阿塞，马多阿塞，中文老人。语法重点，嘛是前缀词，加上嘛就变成某种状态。多阿是老的词根，马多阿就是长大的状态。爱后缀词，加上爱就变成了名词，意思是怎么的人。马多阿塞就是老人长辈的意思。举例，中文巴奈让老人家很烦忧，阿美语巴罗来吉巴奈多马多阿塞，巴罗来吉巴奈多马多阿塞。